的地方嘛。这是你困扰的地方。你想想看哦，如果我真的去认识他，结果破坏了我们两个之间原本的关系，怎么办？你们之间没有关系？有，没有？我们是彼此的光明灯诶。关你个屁鸟蛋！为什么这样的人生？不需要，你的出现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污点，好不好？不对，哎，你真的不懂他。哎，你才不懂吧？你完全不懂他，你知道，每次我去点餐的时候，他就在这里面忙得要死要活，但是会跑过来，然后笑着帮我点餐的。因为你是客人。不对，哪里不对啊？他对我也是这样子的，好不好？这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每一个客人都是这样子的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对我的笑容特别不一样，这点我看得出来。你有病，我也看出来了。我跟他可是客人以上恋人未满关系。骗人吗？骗人！但是我没有想干嘛。你有？我没有。你绝对有。我没有。大家都看出来你有。我一点点。真的。买票。